有自閉症嘅小朋友一般都唔善於表達情緒，當自己有情緒嘅時候，好多時會用咗一啲唔係咁合適嘅方法宣泄情緒，而衍生行為問題，例如大叫、瞓地下等等。照顧者而慢慢建立子女有效嘅情緒表達方法，過程中令子女更加留意到自己嘅情緒，並且減少唔合宜嘅行為。我哋都留意到呢一類嘅小朋友喺瞓覺嘅時候特別容易感覺到壓力，背後有唔同嘅原因，可能係怕黑，可能係怕見唔到爸爸媽媽，可能係突然要放低手上嘅嘢入房瞓覺等等。咁我哋可以點樣用呢一個情緒回應磁石幫小朋友瞓覺呢？喺使用情緒回應磁石之前，照顧者需要留意小朋友喺焦慮前嘅一啲先兆，例如行為方面，好似搣手指、捏住拳頭、掹頭髮、捽三角等；又例如環境方面，附近有冇一啲特別嘅聲音，有冇一啲顏色或者圖案等等，係令小朋友會有異常嘅反應。若果留意到呢啲先兆，家長可以踎低同小朋友同一視線，簡潔、溫柔而堅定咁講出 ACT 嘅句子。ACT 句子當中包括肯定情緒 （Acknowledge the feeling）、講解限制 （Communicate the limit） 及提供選擇 （Target acceptable alternatives）。而 ACT 技巧入面最重要係肯定子女情緒，同子女連結，之後先係講出限制同埋真係可行嘅選擇。例如 A 知道你依家有啲驚，C 不過而家已經到咗瞓覺時間，T 你可以選擇拖住媽媽手入房，或者攬住毛公仔入房。如果小朋友聽完都唔做，我哋可以嘗試加一個後果。不過照顧者唔係用一種懲罰孩子嘅態度去講，子女需要認識到佢哋係有選擇嘅，所得到嘅後果係同佢哋嘅行為有關，所以照顧者都必須嚴格執行後果。例如，如果而家你選擇留喺度繼續玩唔瞓覺，聽日就冇得玩車仔；但如果而家你選擇入房瞓覺，聽日就可以揀你喜歡嘅車仔嚟玩。